先生，请问您是怎么受伤的？先生，请问迄两座草上诶？先生，请问迄两座草上诶？我开农业搬运车，摔车跌倒，压到脚。我是农业搬运车，在车顶跌落，跌倒，砸错桥。我是农业搬运车，在车顶跌落，跌倒，砸错桥。唉，真的是有时星光，有时月光。唉，真见迄日死强讲，日死硬讲。唉，真见迄日死强讲，日死硬讲。有时碰到3天风2天雨，要小心才好啊。日死拄错3日饭2日母，学生意真好啊。日死拄错3日饭2日母，学生意真好啊。你有带健保卡吗？我先帮您挂号。迄日水健保卡无，我会先甲迄挂好。迄日水健保卡无，我会先甲迄挂好。这是我先生的健保卡，麻烦您。掠迄个宠物的健保卡，麻烦hen。掠迄个宠物的健保卡，麻烦hen。先生，来，我先帮您量一下血压哦。先生来，我先甲迄帮一下血压无。先生来，我先甲迄帮一下血压无。请将手稍微抬高，我再帮您量个耳温。请甲手看徛过，我甲迄涂一下耳纹。请甲手看徛过，我甲迄涂一下耳纹。摄氏36度半，正常。摄氏36度半，正常。摄氏36度半，正常。来，我看一下您的伤口。我验一下迄个坑子。我验一下迄个坑子。您现在会痛吗？还是？很死要凊无？也是。很死要凊无？也是。会痛。我切。您的腿可以摆动吗？迄个脚要让海停疼无？迄个脚要让海停疼无？脚掌可以稍微上下动一下。脚蹼要让小块上下停疼一下。脚蹼要让小块上下停疼一下。没办法啊，了解。先生，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啊？无法度了解。先生，请问迄嫌做乜个名？无法度了解。先生，请问迄嫌做乜个名？张俊宏。张俊宪。好，现在马上请急诊医师为您看诊。好，你莫请急诊医生都甲迄养诊。好，你莫请急诊医生都甲迄养诊。谢谢。罗拉。